今朝喺我哋地鐵站附近的星巴克早餐，我哋由 C 嘅出口行到 A 出口，呢度個電梯就可以直達星巴克。我哋可以喺星巴克附近攞。電動車就停在 A 出口的附近。我們與老闆微信聯繫，老闆一直在問聽到車子響了嗎？直接快速登錄，因為我們不能做實名認證。騎行好快就嚟到呢度，因為當天下雨，氣溫就很低，機動遊戲不開放，所以我哋直接騎行到斷橋。入口有非常多嘅餐廳。由於我哋上一站冇去，所以時間早。西湖非常大的，所以有這些遊覽車每一站收費。以前呢啲私人好多都會喺呢度經過，原來呢會留下好多啲詩。素食任湖上初晴後雨，其二水光潋滟情況好，山色空蒙雨亦奇，欲把西湖比西子，淡妝濃抹總相宜。唔知兩邊嗰啲係咩樹嚟嘅咧？因為都好多警察喺度守住，仲有啲旅遊車。西湖三堤呢度點解會有啲圍欄攔住嘅？因為驚我哋跌落水，有個人又可以行出去，唔通可以偷偷地行出去？哦，有條路㗎，咁危險嘅，好似睇落去。鴨仔啊，有幾隻鴨仔喺度啊！佢哋呢度做咩咧？嗰邊有得搭船啊！唔係點解會冇人咧？可能啲天氣唔好咯，都啲柳樹都幾靚啊！呢度係曲苑風河，我哋而家行去裏面行一圈。前面有個觀光碼頭，0度以下嘅溫度實在太凍，所以決定坐船去三潭印月。搭船50蚊一位，你話好唔好啊？好快嚟到三潭印月，可以從這個地方落船，再去下一個景點。但係我哋決定都係原路返回。這個景點就係人民幣1蚊。小林冲是西湖三
面积最大的名作，名称即海上香岛的名字。香岛面积约7万平方米，其中60%好擺是杭州三大赏玉秀岛中最为著名的一处。遊完個舒適嘅船河，乜完畢？原地歸還電動車，但出現咗問題，客服也不回覆，最後泊低架車走，跟住就返去商場。酒店住喺大商場附近嘅好處，試咗間好好食嘅煲仔王。哇！你睇嗰邊有個米字喎。今日全日都落雨，落咁大，爸爸，點解而家落咁大嘅雨？就嚟啦！麵包店免費派蛋糕，嚟啦！味道不錯。飲杯沸水煲豬公。你睇住我啦，爸爸。得我。係你個機度㗎，係你個機度睇㗎，嗰個超人嚟㗎。係啊，嗰個超人啊。係啊，係咖啡啊。等一陣，爸爸，等一陣啦。係啊。呢個係咖啡。哇！真係小鬼都幾好。呢個咪麥。應該一個都得㗎，兩個又得。呢個識別嗰個嚟㗎，識別呢個㗎。所以呢個係別人一個嚟㗎，你睇下，別人一個會有個㗎。喺小小世界都有呢啲車㗎。係啊，都有呢啲㗎。我哋今晚喺呢度食，你好，你点铁板牛排就是，能不能把这个茶水拿一下？好，谢谢。豉油啊！得翻嚟啊！得翻嚟。好，牛排可以配牛排酱。快在下面，快点。都話講呢個大班都會有食咁樣咯。真嘅。呢條商業街冇行過。我哋呢2日都係咁樣返酒店，地鐵出口就到的感覺非常好。今天就這樣吧，明天去大運河，去到第6天啦。西湖文化廣場站，我哋會先參觀2個博物館。站咧係西湖文化，係由我嗰間酒店咧搭2個站，係機場嗰邊嘅方向。
你夠下。第一個浙江自然博物館。第二個浙江省科技館。好，為您找到附近最近的是原生咖啡，距離約680米，步行大約10分鐘。呢個樓，呢個樓，呢個小朋友，嗰個眼睛，哥哥你過嚟先，你過嚟啦。别急，我正在穿越知識的海洋，為你找答案。見唔見到啊？得睇㗎，得睇㗎。呢個都唔得。科學館過對面坐水上巴士。我唔坐得啦，我嗰啲都冇咁。是有座位的。我哋落船啦！去嗰邊，爸爸去嗰邊。係你邊個啊？哥哥啊！嘿，我唔拖你咁樣講。哇！你踩咗蛇啦，爸爸！嚟到拱神橋，我哋搭船搭2個站就可以直接嚟到呢度。
咁奇怪嘅咁樣，中國線博物館、要線嘅咁。啲字我遮住晒，超核突。換一個先。有4個博物館，我估應該有4個博物館。吸完未啊？邊過嚟睇下？哦。我日日都會換酒店㗎啦，有好多酒店㗎嘛。都好好玩啊！佢好玩。但係因為有其他酒店。我哋去咗博物館啊！係啊，日日都轉㗎。100個人。日日都轉㗎。哇！瞓覺，喺度瞓緊覺。都幾真啦，做得。喂，冇喐啊！哇，把聲咁大。係喎，諸葛亮喎。喂，後邊啊！我哋玩緊遊戲，我哋玩咗啊！等一陣，我玩。你太細個，之後2個博物館點玩啊？到展劍博物館、中國傘博物館。下午茶飲咗杯咖啡同埋飲品。杯咖啡都好似都幾少，都係我呢個份量多。運河邊有好多食物檔口，我們坐水上巴士回去。
板到碼頭步行幾分鐘就可以去到杭州中心。係咧，呢隻硬幣依家要1蚊嘅小費啊！係咪有雪啊？好似係雪啊！我哋今晚會食飽飽然之後去機場附近酒店，浩怡酒店、杭州蕭山國際機場新港地鐵站店。呢間酒店同第一間係一樣嘅，酒店的名字不同，明天早上早餐的位置是一樣的。第二朝10:05的飛機，約咗8點的機場接送車。電視機好大，適合睇電影。我哋7點就落到嚟啦。食完之後就返上去執行李，8點機場車，再影多次自助餐。這個就是早餐啊，其實真係好豐富。唔使10分鐘左右就到機場。2個小時之後就返到珠海，乘坐接駁車去拎返私家車車返屋企。最後有個行程嘅回顧，頭3日都係湖州太湖龍之夢，睇咗5個室內劇場。然後呢，我哋呢就會去周圍行下。然後呢，過咗1個鐘之後呢，我哋就會去其他地方度睇。劇場同埋小食之間不斷穿梭，早上同晚上嘅分別非常大。停咗先啦。好好。呢度好多 NPC 啊！晚上特別多 NPC。仙尊，若是冒风雨，微露照庭湾。丈夫志当谨慎，史书前。壮年何事憔悴？华发這場太湖煙花秀真的值得回味。一介寒潭垂钓，又恐鸥鳥相猜，不肯放輕輪。四照分如離，無語看波瀾。宋代词人周文甫。古鎮日夜都咁精彩。呢個魔術表演其實好正。
之後就去到長頸鹿莊園，動物基本上係放養。之後返咗杭州市中心，最特別坐咗水上巴士。另外就係參觀咗好多嘅博物館。呢度嘅博物館真係一間接一間。好舒服啊，係啊，真係幾舒服啊，好古色嘅感覺，古代啊。